感情的人做伙工作，唔愿甲无道德的人共同生活。道德、良心是做人做事的根本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唔惊吃苦。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唔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势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唔惊吃苦。阿母，你的皮包摕转来啦，看内底有减无？阿母啊，莫生气啊啦，皮包摕转来就好啊啦，吼。什么会好啊？爱人呢？哎，阿婆，后摆唔敢啦。还讲有后摆啊？好啊，你这个查拉某啊哈！你想看觅，阮后生好心看你可怜，留你踮咧厝的大后，你竟然敢偷摕我的钱？我跟你讲，阮兜无还你，你敢出去？阿婆啊，我无所在通大，我袂出去啦。我查查你有所在人大，还是无所在人大？反正你也免来阮兜进前看你住在倒位，你就等去倒位大啦。你敢出去？你敢？阿伯啊，敢出去啊？哎，无咯，你转来，你转来，你阿母啊，卖啦，卖安尼啦，阿母啊，卖啦，你卖啦。你啥买楼顶？家己楼顶啦。阿母啊，起来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啊！咱外口安尼雷公信啊，风台雨遐大，啊！伊家一个查某囡仔人啊，也遮少的，外口也无底气，安尼唔好啦。我查查袂好啊，唔好。亲像这款歹手了的查某囡仔，我无法令伊住在咱厝内面。你想看觅，咱两个拢还搁在厝的哦，钱都会拍无去啊。万一到一天咱两个若无在厝的时阵，啊，不过就出去啊，完了。不会啦，伊是较少的，较袂晓想，伊无遐好打啦。啊，你都知影讲伊遐少摕，啊伊自细汉哦，家境就歹，凡事有即马欠所谓，甲咱提一个，啊，袂记得甲咱讲尔啦。啊无你若正经要甲赶出去吼，你嘛等风台雨过去了，你才甲赶出去，安尼好无？阿母，拜托。哎呀，实在你啦，要娶你去娶啦。你也毋过我甲你讲哦，后摆我若是我拍无物件吼，我是爱你负责哦。切，阿母啊，阿母啊。哎，啊你，拢无爱着。你个巧。
淑珍，淑珍，淑珍。你来过来找我，你还敢对我？你不是已经死啊？我是为你死，继续变转来，我求你莫过来找我啦！若是用建筑我才来找你。毕竟万年本来是我，这建筑什么都害我。我是伊的某，伊是我的人，伊本来就应该住在遐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一切，含性命拢活来。你还对我无公平，我不干啊！我不干啊！我不干啊！像这么简单转来我的身躯边，我袂过过怪怎一关的日子啊！我袂，阿母，但即摆咱这间厝，剩咱母仔囝两个人尔。你若搁甲我激气，毋甲我讲话，我是会真艰苦呢。咱来开讲，好无？你有迄个阿妹仔通我开讲，你找我要创啥？阿母，我知影哦，阿妹仔可能是自细汉是大人无好啊教示，毋才会歹招惹甲你偷摕钱。我是咧想讲吼，咱较有耐心的，好好啊甲看教。我相信哦，伊会改变啦。你敢真是想要甲改变呢？你敢无其他的目的？你会甲留踮咧厝的，是毋是因为伊时岁甲文英真共款？嘿啦，我承认，我若看到伊，就敢若袂输看到文英，对伊足有好感。阿虎，你着要想法清楚咧。文英已经死啊，伊搁较安怎改变，伊都毋是文英啦。阿母，文英敢真正死啊？我常看到伊，看伊的面路啊，看伊的嘴毛片，尤其是眼神甲伊个身材，参文英一模一样。尤其我带伊开二楼景房间，伊景的嘛是文英过去大的迄景，这种种的巧合，我实在是想，我是要感觉讲，敢会天公伯啊可怜我，特别搁派一个文英，要来互我照顾，甲我做伴。你是要安怎甲照顾？是要甲当作文英安尼甲照顾，还是甲当作你的查某囝来甲照顾？伊才18岁尔呢，啊你？你大概袂想讲要甲当作文英安尼甲娶吼？阿母啊，咱良心讲，甲路尾啊这几年哦。我有娶文英，无娶文英，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。我是咧想讲，若真正是天公伯要可怜我，特别搁派一个文英的化身要来我照顾，我若要甲收留起来，安尼敢是去切到天公伯的意？啊，你可怜你的囝，好无？你成全我，互我甲留落来，好无？
天下黑，哪有人生做这性的？天公伯啊，伊敢真正是你派来要安慰我？有一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记着，美娟，啊，这晚你还袂困到？你会讲你画图？系啊，你敢看会出来我咧画啥？你是毋是会画大下厝？是啊，我要将大厦厝画落来，寄去后阮阿兄。阮阿兄一个人伫咧国外吼，一定会感觉足孤单的，一定会足思念厝内底一切。我若将这幅图寄去下伊，伊一定会足感动的。美娟，你讲对无？恁兄弟感情实在是真好。我甲阿兄吼，虽然毋是亲兄弟，啊，毋过阮两个做伙伫咧这间大厦厝大汉的啊。伫咧遮吼，阮有足侪共同的回忆。志忠真正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阿爸讲伊的本性袂歹，阿姨、姨妈，因拢劝我来接受伊。伊还毋过，美娟，我有一项物件，我起来你看好无？这张批就是阿爷要离开的时阵交予我的迄张批。你毋通误会啦，我毋是要强迫你来接受我，我敢若希望讲，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代替阮阿兄好好来照顾你。美娟，你敢会当给我这个机会？美娟，我袂勉强你啦。阿好啊，3点半暝是三拍电话啦。我知，干嘛紧张面？进来食。喂，恁倒位？要是啥？啊？要坐啥？要坐金梅啦。啊，金梅。喂，是你啊？伊哪会知咱兜的电话啦？你甲伊讲个先。无啊，我也无甲讲啊。哦。这种代志你也打电甲我讲哦？安尼刚好。人应该袂歹啦，无问题，你来啦。
我请教你，到即马3更半暝啊，是啥物人要来哈？阿头啊，啊，阿头。嘿，来呀！代志啦，我啥代志，我来煮药啦。阿母，你去困啦，去困啦。你半暝嘛较出声咧，我要困呢。困，我会甲你讲。哦，去困。哇，这间厝真大间诶，真水诶。诶，还有碰椅诶，我先看卖。不你弄哦，你不来，先看卖。我就甲你讲过，因兜有够自私的啦。搞。啊，你食饱未？阿伯，我叫做你食。阿伯，煮两碗面。紧去啊！金妹，迄人是谁啊？阿伯啊！阿伯，敢会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啊？互你嘛拜托诶，伊遐老啊，哪有可能啦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的人客，甲你带转来厝的，对无？我当你是咧讲啥啦？我也无做迄啊。金妹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看迄个阿伯哦，看起来故意啊，而且哦，这间厝阁遮尔大着，一定足风野的。啊，人两三工拢无成理啊！无这摊我听。安尼敢好？啊那，你唔甘哦？我哪有啥物唔甘的啦？好啊，有才调你去谈啊。好，我趁互你看。这是阿伯。恁食面啊？无闲做你，我要来困。阿伯，你创啊啦？你莫走嘛！你看，你遮尔暗啊，搁煮面互我食，我足感动的咧。不过我身躯也无啥物所费啊，我毋知要安尼报答你。无安尼啦，我用我来报答你好无？但你是咧讲啥啦？哈？阿伯，你莫安尼嘛！你年岁遮尔大，搁甲你阿母带做伙，你一个人安尼孤孤单单，你敢袂惜无？来嘛！但系我的代志，你免甲我插啦，手甲我放开啦，无代无志啊，放开啦！阿姐好，这拢从你感动的，你也看，这什么用？紧食！啊，搁我甲你讲，食紧当转去，唔通顾我看到伊。你看，有才调，搁去你病啊！我甲伊拼！阿伯，阿伯，真正去拼！第二食惨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相逢赢着才可了苦。哦，你是咧创啊人大声细声注意啦！阿伯，你若袂等啦。当我是等你要创啊啦，注意啦，注意啦，注意啦！嘿嘿，你安尼创啊啦！阿伯，你来啦，来遮。创啊啦！阿伯，你来遮坐啦，人有话要甲嘿嘿嘿，你讲啦。啊，占啦！啊，查囡仔人安尼无代无志，等你是创啊！哎呦，阿伯啊，人听金妹讲吼，你年岁遮尔大，拢还袂较过查某咧。而且你看，你的头毛遮尔白着，安尼哦，有久哦，身体会怕歹的，还无人甲你照顾，哪会用你啦？阿伯，无今日哦，就互我好好甲你照顾者，好好甲你按来者，好不？阿伯。好啦，你创啊啦！烫衫我要甲你烫，啊嘛看咩查某去行的，出去！啊！走去啦！走去啦！出去啦！走去啦！
你偏偏变大是要创啥的啦？注意！你啥物代志？我你搞到这领导出去不三不四的走，你面后哪边食？你我来搞出去，我来搞出去，拢搞出去！好，四目睭毋捌看后头裤，天下毋捌看过这款的查某囡仔。好啊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若三更半暝连金话甲赶我出去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。